咱台湾动画导演区立委的新片《八戒》，去年摕到金马奖最佳动画片。这个动画也要伫咧电影院放送，除了华语版本以外，导演也专攻出台语版的哦，而且是台语配音加上台文字幕。导演是希望透过台语版的动画电影来推सक्到台语主流化。导演也讲，和华语版本的比较起来，这台语版的听台语开口和动画佫较大吧。敢若唔知其他，我嘛来用我一双手，甲上顶贵的物件叫倒转来。《西游记》内面的角色八戒讲到台语，而且以科幻的新世界做背景，这是台湾动画导演区立委上新的作品《八戒》，去年才摕到金马奖。这个故事虽然是《西游记》，不过是以八戒为主角。上特别的是电影唔那是台语配音，佮用台文字幕。导演讲，因为台语配音的制作过程中，看到台文的配音，佮互伊真感动，有新的灵感。阮决定要配这台语的时阵呢，我第一届看着讲，咱这个华文的剧本去翻互变成台文的时阵，我感觉真正是互我一个新的感动也好啊，新的这想法也好啊。有这个体会之后，我就感觉说，咱会当把这台文作为我们的字幕。导演讲，其实伊家己是台南囡仔，台语是伊的母语。不过因为细汉的时阵经历国语政策，加上家己当年伫咧国外读册甲做工课，即马台语是讲家己哩落落。即个透过台语版本的电影制作，互伊中心熟悉台语，所以嘛希望透过这出电影来推广台语主流化。听是拢听有，讲的是拢互笑。我嘛想要甲迄个咱台语主流化即个运动，借即摆的机会甲宣传出去。台语配音的动画片，这几年愈来愈多，不过会当伫咧电影院来看到台语字幕的台湾动画，八戒会当讲是头一出。导演表示，台语版本看起来有无共款的感受，望民众行入电影院看台语开口的《西游记》，听八戒讲台语。记者王考选、柯明在台北报道。